Hello，大家好！又係我七少睇真啲嘅時間啦。呢一個特朗普咧做事係彈弓手，彈出彈入，扮晒大佬，累街坊，累國民，累晒全球，有咩得益啊？真是高手！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这也太厉害了，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好快啊！这太厲害了！你知唔知道已經 out 咗啦？時代已經變晒啦，哼！大佬，雖然咧你 out 咗，但係都有啲號召能力嘅。始終爛船都有三分釘嘅，加關稅都能夠全球股市都有震動。對美國自身嚟講咧，大幅加徵關稅咧，就將會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增加，進而推高從事電子產品家電到雜貨等各種商品嘅價格。美國企業同埋消費者都被逼咧支付代價。你話啦，投資者會投資你嘅國家，今日嘅我就打到明日嘅我，一時一樣，係人都走啦。你話啦，搞到美股持續暴跌，全球股票一路咁跌落去，美國經濟走向衰退嘅風險咧大增咗啦。身為全球嘅大國，做事又唔守規則，又沒有承擔，又霸凌，以大蝦細。據世界貿易組織初步估計，美國自今年最初推出嘅關稅措施，可能會導致今年全球商品量總體萎縮1%。美國加關稅，歐盟成員國都不弱，反制於你。聽住咯喎，呢個遊戲唔係淨係你玩嘅啫喎。歐盟咧將會向美國嘅大豆橙汁禽類煙草鑽石咁嘅商品咧徵收25%嘅報復關稅。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最快咧下週咧提出針對美國汽車關稅同埋對等嘅關稅嘅反制嘅措施。跟住咯喎，下一個係法國出嚟嘅咯喎。法國總統咧馬斯克咧8日講，美國加徵關稅咧係一種壞嘅主意。佢仲呼籲唔好去美國投資因為貿易逆差太大。第三位西班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日表示美國發動嘅貿易戰正係對全球造成巨大嘅損害，並將會導致美國經濟衰退，通脹持續加劇。桑切斯日前公布一項141億歐元嘅援助計劃，以減輕美國關稅造成嘅負面影響。跟住仲有加拿大財政部8日宣布對美國汽車等徵收25%嘅關稅措施9日生效加拿大財長商鵬飛重新講加拿大咧將會繼續對美國徵收嘅所有不合理嘅關稅作出有力嘅回應。最後咯巴西總統盧拉咧8日表示美國試圖顛覆全球貿易秩序，對其他國家發施號令嘅做法咧係注定失敗。盧拉仲表示巴西考慮咧採取向世界貿易組織上訴，對美國商品徵收更高嘅關稅咧等咧係作出反制嘅措施。你唔好忘記仲有個中國中國咧願意陪你玩到底會對美國加徵84至125%嘅關稅。直到今日，已經係2022年嘅4月13號。美國終於跪低啦！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對中國出口嘅智能電話、電腦、晶片等高科技產品豁免徵收對等嘅關稅，震撼晒全球。由幾日前高調咁聲稱要對中國商品加徵145%嘅總關稅，到依家自動剎車。呢個急轉彎係代表咗乜嘢呢？係一時政策調整，定係現實壓力下被逼低頭？今次佢點解要跪呢？
背後係企業威脅定係經濟爆煲？豁免高科技產品關稅，點解反映出美國供應鏈死穴？中國未出手，美國已亂晒龍，究竟係代表形勢已經逆轉？呢場中美貿易戰，美國由主動變被動。最搞笑嘅咧係中國到依家仲未正式還手，只係靜雞雞放風，話準備6大反制措施，但就未正式動用係你嘅高調開火之前，人哋已經坐定定等你自己玩死自己。特朗普咧以為可以嚇走中國，點不知咧中國咧由細嚇到大，驚都唔驚你啊，仲話奉陪到底啊！我太難啦！依家嘅中國唔係以前嘅中國啊！中國科技品牌呢邊咧反而係更有壓力下越戰越勇，喺美國放水嘅空檔之下咧加速追趕。長此以往咧，如果蘋果真係被反超，對於美國科技嘅霸權咧，將會係一次無法挽回嘅傷害啊！大家要注意特區政府稍後公布暫停寄件美國安排。美國由5月2日起取消香港寄往美國物品嘅小額免稅安排。美國繼續不停單方面修改政策，對於市民造成極度混亂同埋唔方便。寄件往美國嘅香港市民亦需要有因美國霸凌無理行為而繳付高昂費用嘅心理準備。香港郵政絕不會代收所謂關稅。香港郵政暫時亦係維持寄件往美國嘅郵遞服務，稍後會公布暫停處理寄件往美國郵遞服務嘅安排。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強烈反對不滿美國向香港產品進一步加徵所謂對等關稅，以及由5月2日起取消香港產品嘅小額免稅待遇，並且調高付運美國裏邊嘅所在貨品嘅郵件需要繳納嘅關稅。好多謝各位朋友聽到最後，你哋嘅讚好留言，我哋先有動力製作㗎。記得訂閱本頻道左下角嘅鐘仔，訂閱係完全唔收任何費用嘅。分享埋你哋身邊嘅朋友，多謝支持，下條片見。